来关心这离校的权益，其实针对一寡这离校性侵害的这个案件呢，等到受害者大汉的时阵，定定拢已经袂当过来追诉啊。目前这宪法法庭是当咧审理离校性侵害的追诉权的案件，民间团体是发起联署，呼吁取消追诉的期限，因为这性侵的痛呢是一世人的拢无通解决的，希望大法官都爱听到人民的声音。伤痛没有期限，正义不该过期。 正义不该过期。侪公民团体伫立法院外口大声讲出诉求，希望会当有更较侪人支持取消追诉期限。因认为性侵害的伤痛是一世人无期限的，所以追求正义就无应该有期限，应该拍破追诉期限。有性暴力的幸存者出面讲，伊10几岁时，互老师抱起坐伫大腿，感觉真无爽快。 大汉的时，等伊讲出来，才发现原来真侪人受害，但是超过法律的追诉期。定我们要为小时候的自己讨回公道，试着为我们时常做噩梦、时常产生心理或是生理不适的现象，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太晚了，追溯期已经过了。 民团表示，正义无应该有期限，因为有真侪离校发生性侵害的时真少岁，根本唔敢讲，嘛无能力为家己讨公道，所以因认为追诉期爱对被害者有刑事权开始算，安尼才会当保护到更较侪离校，避免因为追诉期过期，加害者就免受法律制裁。 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却成为了让他们可以躲在背后，甚至嘲笑受害者？你看，你已经拿我没有办法了，追诉期限都已经过了。所以我们呼吁，法律必须要承认这个认知资本的缺乏，还有权势控制的存在。我们主张追诉期应该从幸存者实质知悉，而且具备行使权利能力的时候开始起算。 民团也发起联署，针对目前宪法法庭当咧审理的离校性侵害追诉权，表达心声，呼吁大法官爱听到被害者的声音，落实真正的正义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